上得買咗有先有靚狗同 OK， 我今日早啲更新，殺大家個出其不意 OK。好呢度喺度斟水，落座 OK。起手牌都仲可以一碰咗發財先。我始終都係嗰句，碰咗先係自己，我唔理有冇眼。哇！入隻卡窿三筒靚，啊！咁啊，我拆個卡窿咯，我拆個2、4索咯。拆埋佢，留翻個西摸後對咪幾好。白板咁好啦，叫啦。發財 OK， 咁尾牌摸隻靚2萬，咁叫多飛。帥，摸到1萬，順到不得了。第二鋪。打隻冇用1筒先啦。摸砍中就打個大肚6索啦。6索仲對死添，咁打9萬，碰過入個叫。俾我碰下。啲3、6筒冇人要，碰咗先。暗降紅中，哇！尾牌白板正，白板馬。第3鋪。我摸隻牌先，係唔跟啊！我起手牌幾靚，我唔想跟，我想自摸。好，而家碰過入個叫。1砍4筒叫，好靚個牌。OK， 1槍7索，好彩冇跟6隻馬。第4鋪。起身冇翻牌，非常之靚。我睇下打咩先，打3索啦。上加俾都碰啦，個牌靈活啲。OK， 咁而家碰過有個叫。碰打7索，而家叫正張嘅4、7萬。4、7萬佢哋都唔要咁嘅。佢哋真係唔要。OK， 咁大把摸。上加降對加北風。OK， 4萬摸到10隻馬嘅，最後一鋪。好，起手牌都唔錯嘅，比較整齊。咁打下2筒啦。摸隻靚8筒啊！
打5萬而家入隻叫。打啦下家，係啊，我碰啊，我抬轎啊。而家 N 飛叫胡，我抬到叫一個成地6筒咁，我感覺500筒應該幾好。哦，對家打冇人要。5筒啊，靚。